大家好，今日講係24節氣中的穀雨。穀雨為春季末段的重要節氣，降雨量增加，對農業生產意義重大。春耕時期，播下的種子，這時多已見幼苗破土而出，故有雨生百穀的說法。穀雨對身體帶來了影響，這時春末雨多，空氣潮濕，濕邪易侵人體，常見關節酸痛、沉重乏力或酸麻不適。飲食上可用粉葛、扁豆、薏米、桑枝等煲湯健脾祛濕，並避免生冷與油膩。道家提醒：順應自然，動靜合一，白天適度活動，夜間守靜養神。遇酸痛可配合熱敷或艾灸以行氣活血。外出記得備風衣，早晚添衣。雨後防潮保暖。穀雨潤物，隨節氣養生，身心更安康。同時，道家亦強調情志調攝，避免憂鬱與急躁，保持心境平和，以助陰陽調和。最後總結一下：穀雨潤物，順天養性，隨時節而養，行氣而和，則身心兩康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道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、立福點讚、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。